后来要提醒咱的乡亲，身体无爽快，都要找有牌的医生，千万唔通去找迄种变神啊！台中一个21岁姑娘啊，交伊的妈妈到南投找一个秘医来抓人治疗。两母仔囝啉下着秘医提供的草仔茶了后，开始头晕软骹。这个秘医阁甲两母仔囝扶到房间，继续来抓人。好你家在，两母仔囝坚持要敲119，而且来报警。事后才知影讲，这个秘医竟然有性侵的前科，真正是好你家在，差一点就互吞过手。台中一对母仔来南投，互60岁姓柯的赤脚先超接治疗，想到啉对方配合伊的青草茶了后，就向昏去。我和我妈一直说不要，可是她就叫我们一定要喝。过5分钟之后，然后我就好像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然后我妈也有头晕，然后我们就赶快跑出去。21岁查某囝经考119，母仔2个人互送去病院了后，遂报警，才知影这个赤脚先有共侮辱的前科。听说累犯，对我们怀疑我们是被下怀疑青草茶有问题，病院报警了后，警察和卫生局调查，嘛甲赤脚先带登去问话。前往这个许姓民众的经营处所，那有查扣相关证物。警察调查，姓柯的赤脚先无超级的执照，佮卖一罐4500的药啊，互母仔2个人，违反医师法和药师法。另外，嘛甲青草药送验，看内底敢有违法的药物。警察嘛提醒民众，不管是去找医生，或者是去国术馆找人敲接，上好拢要知影对方敢有合格执照，安尼较安全。